我叫陳贊儀，喺新輝建築任職呢個高級機電工程師。其實喺20-30年前咧，我已經接觸過基督教噶啦，入過教堂聽道理嘅。但係當時咧唔知點解，牧師講嘅道理總係聽唔明嘅。我覺得可能因為當時咧我要面對咧現實生活環境啦，同埋唔多唔少咧自細聽到呢個中國傳統嘅信仰咧，對於信靠神同埋信靠主得救咧，喺當時係仲未接受得到嘅。咁跟住之後咧，喺舊年2015年嘅時候10月中咧，呢個時候咧，嗰陣時突然間有胃痛咧，就入咗醫院去檢查。經檢查之後咧，發現咧原來我患咗胰臟癌嘅4期啊！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咧，我第一個反應就點去醫治呢個病咧？同埋諗到個新嘅問題啊，就係我如果死後，我究竟去邊咧？我諗到咧就係最好梗係上天堂啦。咁但係因為點樣先至上得到咧咁樣？咁當時咧仲未諗到呢個問題嘅。跟住咧我就入院治療呢個病啦。咁住院期間咧，我個仔咧就俾咗一本聖經俾我，同埋開始引導我去接觸呢個神。喺呢次咧就我第一次知道啦，原來神從來都冇離開過我。原來咧喺我哋喺媽媽個肚裏邊嘅時候咧，佢都福庇我哋噶啦。出院之後咧，我要求個仔帶我翻教會啊。咁就喺嗰度咧，我開始咧，而家開始明白啦，牧師講嘅道理喎。其實咧，只要我哋咧真心向神主耶穌認罪、悔改咧，接受主耶穌成為我哋嘅救主咧，咁樣我哋死後又可以上天堂啦。其實人咧喺地上嘅時間係好短暫。上天堂先可以得到永生嘅。回想翻我一生咧，神從來冇離開我，佢替我渡過好多難關噶，恩賜咗一個好愛我嘅太太同我兒子。其實神係好愛我噶。咁我覺得咧，今次我可以信主得翻永生咧，證明到咧神係好愛我嘅。咁之後咧，我相信可能係神嘅安排啦。經人介紹咗我哋認識咗一位好醫生。經過化療嘅病情之後咧，開始有改善啦。就第一次療程完咗之後，有一晚，忽然我覺得我唔舒服。咁初時咧，以為有啲暈啫，咁就走去瞓覺啦嚇。點知到咗半夜去到廁所嗰陣時，就開始知道出事啦。嗰陣時咧開始吐血同埋屙血喎。哇！我太太即刻打999啦。當時我已經冇知覺，血壓跌到已經60，救護車好快就將我送咗去伊利沙伯醫院啦。啲醫生咧即刻將我送去手術室搶救。經當時醫生講，原來我係咩咧？係個胰臟瘤出血，係胰臟癌嘅併發症一種，係最難搶救同埋令人失去生命嘅。最後醫生咧冇辦法啦，嗰陣時就同我插喉啦，同埋喺個傷口上面噴上隻膠啦。嗰份膠主要為我止血嘅。好彩啊！突然間呢個時候咧，嗰個胰臟瘤流血停止咗，咁我啲血啊又開始穩定翻喎。之後我就送入深切治療部觀察啦。之後喺深切治療部住咗2日之後咧，就再轉去加護病房繼續留醫。事後醫生講翻當時嘅情形俾我聽話咧，真係唔知點解話喺最危急嘅時候咧，我胰臟瘤我停咗流血喎，真係好神奇。醫生解釋唔到呢個原因，但係我知喎，我相信係神救咗我，同埋佢有啲使命要我做，就係要向世人傳揚佢大人嘅福音。見證今次嘅神蹟，希望其他人咧帶到一個信息：主係喺我哋身邊嘅，佢好愛我哋，佢會幫我哋渡過其他所有嘅難關嘅。至於喺未來嘅日子咧，我相信主耶穌幾時接我走都好啦，我都跟佢意思嘅，因為我明白一個道理：主耶穌係我救主，我相信佢一定會安排最好嘅俾我。其實咧，我幾時走係唔重要嘅，我只希望我有生嘅年咧為主作工。見證我所信嘅信仰喺我生命中會現出嚟，等我同其他人一樣得到永生嘅福氣。